今日我阿 Ray 帶大家嚟中央紗廠呢個老字號，佢哋曾經係全港最搶手嘅紗廠同埋牛仔布供應商，創下輝煌歷史。接班人柏連接棒，推動可持續時裝，唔係為咗回憶，而係相信香港製衣仲有未來。佢話只要最了解行業歷史嘅人，先知道轉型條路點行。要傳承，要創新，更要有人願意堅持落去。我哋以前都做實業出身嘅，咁我哋都知道呢，即係呢個信任係幾重要呢，做到一間好嘅公司同埋一個好嘅品牌。我哋嘅行業真係好需要阿 Ray 呢啲咁嘅人才呢，去幫我哋去出聲同埋做嘢呢，去幫助我哋去建立一個好嘅未來。柏連就代表香港製衣一段好輝煌嘅歷史，我好榮幸可以同佢一齊推動未來。呢個行業值得被尊重，值得被保護。請支持2號候選人蕭敬華阿 Ray。